上天界大灵者的降囝儿啊，就将上主应为阳光权能归乎伊，就归乎伊；就将上主的名因为阳光归乎伊，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咱三个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大家起立，来斗阵来吟。咱三脚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甲恩典。伫即个时阵，疫情去压也时，你有眼看顾阮的教会，互阮平安，互咱去通聚集伫你的面前来朝见你、敬拜你。主必的天父啊，阮满心学罗你。你创造天地，主宰万美。你是公义全能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阮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囝来到这个世上，替阮死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宝血洗净阮的罪过，互阮有机会因为信就得到赦免，成做新造的人。借着伊的骨活，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我也感谢你信实赐下信心甲阮智力，因带阮拍开阮的心门，通接受你的教示，互阮更较明白对阮的旨意。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的权势权过一切。借着你的权势，我靠你的慈悲。阮犹原维持健康平安。阮来恳求，借着即摆教示，即个病情，互所有人用通用谦卑的心来谨慎注意，时时互病毒毋通接近阮。上主啊，阮感谢阿罗你，你满有怜悯甲恩典。你嘛了解阮的软弱，阮祈祷，
你互阮的软弱通变作坚强，提起阮的重担，互阮力量，通来宣扬你的真理福音，互阮互相相听顺服，在世间人的面前来显明你的荣光，互世间人拢来认办你的真理，通来信靠你。今日阮若要举行圣餐，少年你对阮的疼，下暝时间请你看顾，请圣神甲阮伫地，开阮的心门，听你通讲对阮讲话，互讲的听拢受到感动。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交读起文，第61篇啦吼，伫圣诗后壁，嘛是约翰所书第2章。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的律法，甲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结合。阮三甲来恭祝上帝的话，有2位，头一位记载伫科罗西书第1章15节到18节，第2位伫约翰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我来读。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伊是大囝，比一切受造的较早有。因为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就是伫天顶甲地上，看会到的甲看袂到的，连介做王的、甲主政的、甲统领的、掌权的，上帝通过伊，也要为着伊创造万物。要有万物以前，伊就存在，万物靠伊连结好势。伊是教会，就是伊的身躯的头，伊是元首，是大囝。上帝予伊诚做头一个，对世人中搁活的，通伫万有中诚做第一。第2位，由约所书1章15节，因为安尼，我一个听到恁对主耶稣有信心，我对所有的信徒有贴心，就为着恁不时地感谢上帝。我伫祈祷中孝念恁，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赐信心予恁，有智慧甲启示，通入捌伊。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予恁通知影，伊选召恁来得到的愿望是啥物？伊对因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哪会遮尔丰富？伫咱信的人中间，
伫运行的权能哪会遮大？伊有运用遮个气力，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搁互基督伫天顶做伫伊家己的正名。21节，伫遐超越所有的统领者、掌权者、管理者、主政者，一切现在甲将来会当称呼的衔头。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基督的骹，互因做教会元首，统治万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完全充满。先甲读到遮。这是请圣歌乐队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歌是哪顺风哪甘甜。这是请本堂牧师来讲道，伊题目是高举基督。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咱要来举行一个重要的一个天事，就是咱的长老甲执事要来设立。所以这是教会中间咱
职务的一个建立。所以呢，咱今日要特别来分享关于教会职务的设立，是互人会当担任伫教会某一个人所会看到的职务。每一个人拢是奴仆，悬的职务会互咱真做一个谦卑服侍的人。职务是因为过去捌伫教会内面有一个真谦卑的一个过程，服侍众人。安尼众人要用因的服侍，互伊伫教会内面担任更较大的一个职务。安尼伊会真做奴仆，服侍也搁较多。所以这是上帝互人一个尊荣的一个身份，但是对着这个真尊贵的尊荣的身份，咱所执行的是一个卑微、谦卑的一个奴仆。所以今日特别要用这段圣经甲这个主题，甲咱来分享。伫咱教会中间，无论是啥物人，无论是啥物职务，所有民族拢是主耶稣基督伫咱教会来徛起第一位。咱三甲来祈祷，愿主你最大，阮的天父上帝啊！因为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天父。主，你互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这是你家己本身来到遮，真做人的样式，谦卑，真做人的奴仆，为着阮设立一个好的模样。主，愿尊你最大，因为你捌屈家家己。你捌为着阮昔日十字架顶，你告我，上帝将你高举伫伊的正边，安尼对你的谦卑，要受高升，然后伫众人的面前，伫全地中间来徛起第一位。主啊，愿阮高举你的名，这是伊所堪得的，因为你伫众人众君王，你是。伫所有一切万物所求的中间，你受尊荣。主，你原本创造万行有，万行有嘛是为着你创造。你创造万行有，要伫你的所造中间来得到荣光。愿你伫阮中间受尊最大，因为你是君王，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咱所会看到的世界中间，伫咱所接触生活的世界中间，其实咱拢照咱家己的经验，照咱家己目睭所看到的范围来判断真侪事。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咱咧看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咱也将用人的角度、用世界角度来评断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有做这宗教，所以因咧定讲基督教嘛是做一宗教中间一位。有真侪创立这个宗教的教主，主耶稣基督嘛是中间的一位。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真好伦理的教导，伊带来基督教的文明，不过嘛是文明的中间的之一。这是对世界人咧判断这个事的时阵，用咱有限的眼光，用咱有限的思想来判断咱所看会到的事。咱若是读哥罗西书甲有所书的时阵，你就看见，当伊咧描写主耶稣基督伊的身份的时阵，完全是超越咱所会当来想象。讲到全世界的宇宙万物的创造。伊是创造主。讲到现今甲未来，到伫永远，咱的主耶稣基督超过现今，伊是永远的主。咱所看到的耶稣，不过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人无尊敬伊，看伊做卑微，但是对着圣经讲到咱主耶稣基督的时阵，伊是一个非常超越一切的主耶稣基督。伫即种日物，伫咱中间有即种的困难，伫初代教会嘛是有即种的困难。所以初代教会拄建立的时阵，因要怎样来认捌主耶稣基督？伊的身份到底是甚物？
这会是超过人所会当来想象、会当来思考，除非透过圣神的启示，除非透过启示，若无人无会当来明白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伫早前的时阵，教会有时也会受到某一种世俗的一个想法来判断、来论断咱的主耶稣基督，将伊的身份安尼当作甲人、甲现今看会到的世界同一样的一个情形。伫希腊的哲学中间有一种的叫做诺斯底的哲学，所以呢，真侪迄阵因受到即种的观念的影响，所以当因要来判断，也是来思考主耶稣基督身份的时阵，伊就不得不觉受到当时真流行即种诺斯底的哲学的思想来影响，来想到主耶稣基督。啊，即种的想法，甲咱现今足侪想法拢差不多共款，甲世界的想法共款。所以特别有时伫教会中间，咧讲起主耶稣的基督的时阵，伊就讲哦，这位耶稣，伊道成肉身无毋对，但是呢，伫世界内面有足侪道成肉身的人，哦，过来拢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啊，所以嘛有道成肉身做基督教，嘛道成肉身做其他宗教。主耶稣基督，伊是真侪属灵的道士中间的一位，所以甲其他道士共款。主耶稣基督，哦，伊是创造基督教，但是其他的宗教教主创造其他的宗教，拢是共款。所以这种的思想会将耶稣基督次级化，伊会感觉讲啊，道成肉身嘛无毋对，但是道成肉身伫过去历史中间一直拢有咧道成肉身啊过来的，安尼是用无共款的身份来安尼而已。所以主耶稣是其中一个。伊层次可能较悬一丝啊，但是嘛，佫有比较悬的。倒伫一个思想中间，伊无将耶稣基督甲上帝做平等。伊讲起毋是主要上帝，伊本身来真做人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伊本身也是上帝所创造，互因来到世间其中一位。这种的思想，哲学的思想。将耶稣次级化，安尼，伊毋是唯一应该尊重甲军队对象，不过是一种选择而已，还佫有选择选择。这种观念呢，伫哥罗西的教会影响真大，所以保罗伊就写哥罗西书来面对、来对抗这种思想。转去咱有时间的时阵，咱阁将哥罗西书阁来演一遍，阁来看一遍。伫个所在，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伊的身份，他的身位。到底主耶稣基督是怎样？主耶稣基督完全超过人所有当思考、思想一个人物。所以伫这边中间讲到一项，哥罗西书讲到主耶稣基督伊的身份，主耶稣基督。超越一切受造的物，伊毋是受造中间的一位，伊毋是受造中间较悬顶处的一位。伫这个所在讲到主耶稣基督甲上帝相同参与创造的行动，伊就是创造的主，万行有照着伊来创造。既然若是照着伊创造，伊就毋是受造。希伯来书第1章讲到。伊反射上帝荣耀，是上帝本质的真相。伊就是意思，伊就是上帝。伊创造万行有了后，用伊权能话扶持万行有。啊，姊妹，上帝创造万行有，然后用伊的权能扶持万行有。伊毋是受造、受扶持的，伊是扶持万行有的。万物受造上界每一个目的，上界过的目的，乃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伊就是上帝荣耀所反射的荣耀光辉。主耶稣超越一切受造的物。第二，主耶稣是一切新造，这个新造就是教会的头甲
元首。耶稣所说讲到，主耶稣基督借着伊的十字架所留的保护，拄起人的罪，和对落的人，包括咱，会当借着伊甲上帝和好。只有伊是对死个活到永远，然后用个活来证明伊就是上帝囝。然后上帝将伊高举，成做教会头万行有的元首。安尼，要互咱的主要所伫一切的事项中间，伫一切徛起第一位，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也是伫教会，这也是有所书内面所讲的。主要所基督伫咱的教会中间，伊是教会头，是教会元首，然后所有肢体拢连结伫伊。这个头表示一种权柄，这个头表示一种的连结的一个终结重点，有绝对的权柄，伫教会中间行伊的主权。伊伫嘛伫万行有的中间来掌权，所以有所书第1章讲到，伫遐伊超越所有的统领，无论是咱看得到看袂到的，无论是咱物质上的还是灵界的，是掌权的、有权利的、主政的，以及现今甲将来会当称呼的头衔。安尼，上帝互伊、互万行有屈服。伫咱主耶稣基督的脚下，互伊做教会元首，嘛当统治万行有。弟兄姊妹，所以咱无法度想象整个宇宙万行有到底是偌大，到底是偌大无限。这个宇宙无限，咱无法度去计算，咱无法度去了解伊的范围到底偌大。但是这嘛是永远是受造的物。然后咱的主耶稣基督超越一切万行有，统治万行有。咱无法度想象，这个到底这个身份，到底这个统治，到底上帝智慧甲权力到什么种的程度？然后伫哥罗西书这个所在讲到，上帝互伊一切的智慧、丰盛，拢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内面。这是超过咱一切所有会当了解。咱就伫信心的中间来接受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伫凡事的中间徛起伫第一位，凡事居首位。这嘛是圣经内面，当这个使徒因咧写圣经的时阵，用上帝圣性来启示，当伊咧写的时阵，对主耶稣基督都即种的人物，所以一定要互教会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到底是啥物。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讲到，上帝有一个奥妙的旨意，就是伫上帝计划内面施教，要互天甲地一切拢归伫基督的管理下面，要互万行有拢降服主耶稣基督，高举伊超越一切之上。咱主耶稣基督一定要有一种超越性。超过咱的理性，超过咱现今物质的一切属灵的代志，受高举超越者，伊袂受一切，袂受咱所有限的智慧，袂受咱所眼前看到一切来做一个限制。有时我来看这圣经，看到这个所在的时阵，有一种真深的敬畏。这个敬畏就是咱主耶稣基督无与伦比。袂当将咱有限的理智一切来甲伊相比拼。有时咱将主耶稣基督伊所行所做的事限定伫咱的世界中间，咱就甲世界这个需要，咱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想出咱讲的万行有的物件，咱需要一切。敢若主耶稣基督是为着你卑微的一种的需要，你信伊的目的就是安尼。有时咱来想，主耶稣基督伊的行动、伊的行为，限制伫咱现今所看到的这种的社会中间，用咱家己的判断来讲，主耶稣应该做这，应该做迄。咱是主耶稣基督有伫咱有限的一个眼光、甲咱的判断、甲咱的立场中间来限制，伊应该徛伫什么种立场安尼？
主耶稣基督也一所想的智慧丰盛超过咱所知的。使徒行传第2章讲到，确实在恁顶伫十字架顶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伫伊做主，宇宙的主，万行为主来做基督。上帝高举耶稣基督伫家己的正边，做元首，做救主，安尼将恩典收束予以色列人，也收束予咱所有的人。每一遍写圣经的时阵，咱是超越整个人类，超越咱所会当感受到的，咱所了解一切范围。所以启示录第1章讲到咱主耶稣基督的时阵，约翰就安尼写：耶稣基督是迄位首先对死人中国活、忠信的见证人，伊是地上万王的主宰。这是启示录。启示录讲到世界的终结的一个终点，伫咧所在，主耶稣基督要互众人来明白，伊所显出来一个身份，就是万王的主宰。伊的名称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只有当咱对这来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咱会当互伊无限的一个尊贵、尊严伫咧心上。所以歌罗西书到底尾讲，因为主耶稣基督伊的身份遮尔无通比拼，所以咱就爱互主耶稣基督伫凡事徛起首位，第一位。意思就是讲，咱既然了解伊，安尼咱家己本身，咱的教会伫全地中间，拢应该互主耶稣基督来徛起第一位，认定伊。所以今日咱要特别来思考一项。互主耶稣徛起首位，是表明咱应该谦卑顺服的一个态度。本来就是爱啊，因为遐尼尊贵，因为伫咱之上遐尼啊荣耀，所以咱当然是爱谦卑啊。所以这毋是种真勉强的代志。然后来去人讲，我着爱屈服家己，然后我着真勉强，着我放下真侪物件，互伊安尼真勉强。徛起第一位，伊本来就是应该得的这个身份。主耶稣基督，互咱一个真好的模样。腓立比书讲，伊要坚持甲上帝平等来做夸口。伊谦卑家己，诚做一个人，搁做正人的奴仆。有时阵咱伫咱的社会非常民主。这个民主呢，当然就真强调个人的主义，安尼挂。过去呢，几年前有一个连载，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这看这个时阵我就安尼醒悟起来。原来我有遮侪权利。这个醒悟说我有哪有危险？就是讲我真有权啊我有个人的权利啊。所以呢，常常呢。咱就听着，这是我的权利呢无论去到办什么种代志啦因为民主社会毋是一个集权的所在。我的权利啊，大家拢争取我的权利，这我的想法啦，大家拢嘛强调我有个人的想法，大家彼此尊重。你是你，我是我，你是拢大家彼此尊重，大家拢是真单独一位安尼这是社会做事的方式。不过，若伫教会中间，你就知影即种的服侍会变做一种困扰。每一个人拢要强调伊家己的权利、合法的权利的时阵，每一个人拢要争取伊家己的利益，每一个人拢要强调伊家己本身做事的方式。咱是无法度同工服侍。得要尊重尊重到什么程度你要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想你的，我想我的这样。这种伫咱教会当时要服侍，就小可会困难。所以奴仆，主耶稣基督互咱是种谦卑奴仆，尊主最大。既然伊是主，我是奴仆，安尼我就要用奴仆的心，学伊的款式来服侍众人。你若是要真做奴仆，你就爱一个态度的改变。
萝卜无有主权，只有顺服。最近我就捌看一个影集Netflix。这个影集叫做《唐顿庄园》，唔知你有看无？我是无啥时间看，不过就看尾啊几集安尼这个唐顿庄园就是讲这个伫这个庄园中间当然有主人，有这贵族、这个伯爵这些，然后有一群咧服侍伊这奴仆这群。这个奴仆中间有一个主要的管家这个比如这个奴仆有7、8个，这个管家就是这管理这奴仆，因为主要的目的。伊的工作就是来服侍主人，有啥物宴席，有啥物活动，有啥物出入这奴仆，安尼完全用因这个庄严的庄主做一个主体来服侍伊，所以伊安尼毕恭毕敬安尼。伫人爱看的时阵，伊的身份非常的卑微，伊所做的工作受聘伫遮就是要服侍，所以若是无代志，伊就徛在边仔待命。然后主人讲啥物话，伊就马上配合主人的话来行动。我要讲的一样就是，伫同尾集的时阵，两个人伫遐讲话，庄园的主人甲这个管家两个对话。伊咧镜头是安尼讲，两个人徛伫遐做伙是咧对话，两个人的身材差不多，年岁差不多。也对伊环境感动。主人对这个管家表达非常非常深的敬意、尊重伊的职务，表达伊对这个管家真深的感谢。这段时间这个管家伫咧中间怎样来服侍伊，互伊安尼会当安尼过着，会当较有专心做伊的代志，完全无一点看轻。这个管家伊的身份，而且对这个所有这个奴仆是真深的疼。然后这个管家嘛是甲咧平等安尼面对面安尼徛共，伊也袂感觉讲我是安尼足卑微的你是主人袂。伫遐伊也表达对这个主人这段时间尊重伊，互伊做这个代志，会当互伊伫遮会来服务，表达对主人的一个。敬意伫迄个时阵，你就感觉，无论是管家，无论是主人，平等对话，表达互相的一个敬意、尊重。不过伫这中间，奴仆、管家照伊的身份会当做，伊嘛是表达对主人的一个顺服。兄弟姊妹，伫这中间无一个管家的一个身份，只不过伫谦卑顺服，尽每一人的本分。来做应该做的代志的时阵，双方都有真深的尊敬。兄弟姊妹，这是伫咱的一个社会中间，要来凸显家己的重要性，凸显家己本身的一个意志有一种的压迫，还是讲要一种的剥削，这种完全无共款。所以兄弟姊妹。互主耶稣基督徛起第一位，伫这中间，毋是表明咱家己本身一种权甲加入意。对着主耶稣基督，咱是一个卑微的身份受于拯救，但主耶稣基督对咱表出的疼甲牺牲，完全无看轻咱每一个人。但是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的疼内面，咱愿意诚做奴仆来服侍。因为咱有一个愿意的心。第二，互主耶稣基督徛起第一位，乃是互伊徛坐伫伊的宝座顶，显出伊的主权。互上帝、互主耶稣基督伫咱生命中间来掌管咱的人生，伫咱教会中间来掌管。互咱因为顺坦伊会当彼此顺坦，所以保罗讲：无过是我，乃是基督。加西的约翰讲：伊一定会愈兴旺，我一定会愈衰微。有时咱感觉我顺坦主耶稣基督，但是我无法度顺坦你。
我敢若听耶稣基督的但是教会内面我嘛有表现我的主见，若听了即句我拢烦恼。我敢若听耶稣的，意思就是讲，大家拢袂使对我讲啥，因为我听耶稣的啊。我伫大学的时阵，其实我拢安尼真少年，然后伫教会内面，阮学习一项顺服。顺服是啥物意思呢？你要认定，还是讲你要知影你的权柄是啥物？所以伫教会内面，啥物若是我的权柄，阮就较去找安尼。当然，牧师是阮的权柄，属灵的权柄，阮一定听伊的话。伊当然服侍，伫真侪代志中间，嘛是安尼对阮真好，愿意付出真大。但是阮认定，伊就是阮的权柄。伫团契中间，团契辅导会长，阮的权柄。伊咧所讲的话，阮尽量来配合。即种的呢，我都甲尚文老师常常咧讲，在教会内面吼，你上大，安尼。就听我无我上大，我是一个都，我讲你无吼，你也知影，你带迄个咱教师班的时阵，3个牧师，2个长老拢听你指挥。你咧讲大细声，阮都拢听你的。安尼要徛啥物位，阮拢徛伫遐。你知影意思无？牧师，你徛这个。我来做一个记号，你徛伫遮，无第二句话啦。伊要安怎指挥，要安怎指导，我就听伊的。这是啥？这是，伊是伫诗班中间，伊是指挥，伊是阮的权柄。这就是咱认定的一个权柄。还有呢，伫社会中间的时阵，你的头家就是你的权柄。你甲伊参详，但是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红绿灯就是你的权柄，这是国家设立的制度，你的权柄。我都偏偏无爱，这有就是咱的上少的。你讲啥，我都偏偏甲你对立，又反对又反对。伫阮过去训练无安尼，认定啥物若是你的权柄，你的爸母就是你的权柄。伊有温数，伊的温数就是咱来顺服的权柄。伊就这项比我较咬，我就听伊，有一个顺从的心。所以，伫这个所在，就是主要所基督是咱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这种顺服，是运用伫咱所接触对应的人身上。伊一定愈兴旺，我一定愈衰微。但是真侪时阵，咱伫教会中间咱咧做代志，也是咧比拼的时阵，拢是安尼咧拼，啥物人较有大声，啥物人较有权力，啥意见较强，假设约翰是谦卑的人，所以伊讲，毋过伫我后面来迄位比我较有权能，我连甲伊官下嘛袂堪得，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礼，袂堪得。我去日本去拜访教会，这教会拢细细安尼。日本你若要去到这个家庭内面，因为这教会是一个家庭，所以拢是安尼合适安尼。所以你若要入面拢烫下，对不对？安尼。即摆烫下的时阵呢，人就讲，我咧讲你若去日本遐下拢要对外，所以你去入面时阵你着爱下拢要对外。有时咱若去家庭探访真欢喜就5、6个、7个，就去要内底，下拢伫外口，一堆。对不对？安尼最近我去探访，探访一个家庭，出来时阵鞋当穿唔着，我当穿唔着，拢足共色，穿个奇怪，这变人安尼，今日出到外口另外一个叫出来，无说你穿唔着，我讲哎呦，我相反安尼。鞋若入去的时阵，你就感觉一堆伫遐迄个所在，但日本无共款，入去的时阵，摆鞋拢摆足整齐，为什么？因为你入去了后，有一个人伫遐替你摆鞋安尼，较活咧，较活咧或者摆一双一双真好势安尼安尼，咱来去拢一堆人一双贴一双。我这边去的时阵，有人讲直接贴这个鞋，摆这个鞋，伊是一个社长，伊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我听到了这个代志。伫教会内面。
伊伫社会的头衔、伊的地位消失。伊是一个服侍的奴仆，替众人排下啊的一位兄弟。我相信伫咱教会中间，咱有真好这学习，也是讲伫教会内面，咱有这同心服侍。差不多我无多去体会到这人到底伊的社会职务偌悬，不过知影，然后伊的教育偌深，不过嘛知影啊，但是你特别感受到，有即个头衔，还是即种的学历，伫教会中间有啥物突出的所在？看拢是共款，拢是一个服侍，拢伫遮安尼真欢喜做伙。所以，咱是一个奴仆。如果你家己的自我若是徛起第一位的时阵，就真大问题。有时阵你教会，这个人真服侍、真热心，但是愈热心问题愈大。为什么？自我作强，安尼纷争就足多。大家拢真热心，大家拢做有主见，哇，这硬碰硬，就这个个性主见意志拢足强，安尼所以这个产生真大一个问题。所以你感觉听有当时若拄着这种拢做无法度的，伊即关足歹过，这足歹参详的，若拄着伊代志拢进行袂落去，这就是啥物？这就是人的主见、人的意志、人的自我伫遐徛起第一位，毋是互上帝徛起第一位。所以咱的个性必须要安尼受雕塑，咱家己老我，咱的家己即个自我，慢慢消除、消减，安尼主要所基督，才会当伫咱心上安尼渐渐兴旺起来。这人心上会当体会到一个温柔、一个体贴、一个疼、一个谦卑。伫心上，可能有某种的职务，但我拄着伊的，毋是真悬的职务，迄种骄傲；拄着伊，毋是安尼，迄个热诚所产生的真强的自我，乃是安尼真谦卑，互主耶稣基督伫伊心上兴旺起来。所以，伊一定兴旺，就主耶稣基督一定兴旺，我一定衰微。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徛起伫你的生命中间的地位。第三，互主耶稣基督徛起第一位，就是互主耶稣基督单独显明伊的荣耀。无人无任何的事会将伊次级化。如果你无答应我什么条件，我就无爱做什么代志。甚至伫服侍就是安尼。我若无有得到什么种配合，我就无爱做其他什么服侍。这嘛是有时咱的困难。咱来找各种的方式、各种的可能性，互咱主要所基督来得到荣耀。可能有时将咱的主见放伫边仔即个所在。当主要所基督伫山顶变样的时阵，遐有摩西，还有以利亚，哇，这拢是伫以色列人中间非常非常有尊严的一个人。但是呢，圣经讲到，因无看到其他的人，因只有看到耶稣基督。这意思就讲，毋是目中无人啊。咱是讲，甲摩西、甲以利亚这个伟大的人三甲比拼的时阵，伊嘛无法度甲主耶稣基督比拼。只有耶稣基督应该受人的重视，人应该独尊荣伊。所以呢，伫山顶变样的时阵，圣经讲，这是我所疼的囝，你着爱听伊。然后因只有看见主耶稣基督，无高举人，因为咱众人拢是奴仆。一切受造，以及上帝所新造的咱的教会，其实拢是为着荣耀主耶稣基督。一切万项受造是对主耶稣基督来，一切新造咱的教会是对主耶稣基督伊的救恩来，然后目的就是要互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到荣耀。这是咱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个生活的原则。无求家己的利益，咱就求主耶稣基督的
的荣耀，要求家己真虚华的荣耀来抢夺上帝的荣耀。所以保罗伊安怎讲有？伊讲我保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原不过是上帝的奴仆。但是姊妹，如果你若是互人忽略，这就无互人重视。你的服侍真辛苦，但是也无人甲你掌声。咱可能像保罗共款，我保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原不过是奴仆。愿上帝伫咱心中来得到荣耀。高举主耶稣基督，咱每一个人伫咱的身份、职务，咱有当职还是无当职，拢是共款，互主耶稣基督伫咱的心中显出伊的荣耀。咱三甲来祈祷，主，阮将荣耀归乎你。当阮安尼来想、安尼做的时阵，也表明阮愿意来减少家己。主啊，愿互家己的自我衰微，安尼阮才会当互主耶稣基督显出加添荣耀。所以，无论伫阮个人，还是伫教会，上帝啊，愿你受尊最大，愿你受高举，愿你互人看见，愿你独独得到荣耀。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接下来咱来用信仰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斗阵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早时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定时价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四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相通，做赦免，肉体各我，永远万年。阿门。接下咱则小可调整一下吼，先来做就任典礼，所以咱先唱圣诗443首。我家伫主圣地。主持就任典礼。
要设立丹门镇帮东里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奉事上帝话的牧师三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模样。若是有交代，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总会，都无教会发展。这是咱请门诊长老甲同理长老来到头前。首先，咱们来建立因的誓约。帮同理丹门镇，当你要领受长老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用啊无？有。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信仰的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你就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你有欢喜做公园同会的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你就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认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这是会场请起立，要来进行咱会友的誓约。恁已经帮同理丹门镇来做恁的长老，你就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只要法度治理教会，你就欢喜承受来顺叹。恁若要安尼行啊无？你就敬请伊、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得着帮赞，你着帮赞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若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用，致到妨害大局。恁若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公园同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公园同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互遮的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着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教导因，毋通出入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免流。阿门。三甲祈祷，所愿伫遮献上感恩。你拣选人来甲你相同工，阮是卑微有罪人，但是你互阮罪得着赦免，成做你的百姓。你互阮有尊严的地位，这个职位来服侍你，服侍众人。我也知，伫咧即个职务，也是表明过去因忠心服侍，也表明你伫即个职务的中间，互因即个职务是为着因搁诚做奴仆，搁较通来服侍你，服侍众人，着存谦卑的心来服侍你的羊群，做羊群的大模样，毋是出于勉强，做若是甘心乐意，毋是要管辖人，乃是着忠心来服侍你的羊群，做因的模样。主啊，我有一个顺叹的心，顺叹你的主权，我有一个服侍的心，专做服奴仆来服侍。安尼，众人要因为因来得到帮助，你要因为因来得到荣耀。我来献上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非常请坐，请咱伫在场的长老来到头前来接纳。
咱拍谱啊吼，来欢迎伊学生。这拍谱是对因的一个鼓励，因久长拢伫咱教会中间来做长老服侍，我相信安尼因拢真忠心来服侍。过去我想知伫教会内面，因为服侍来得到真大一个帮助，所以伫遮咧非常感谢因，会当甲牧师来相配合来相同服侍，愿上帝阳光来显明。继续，咱要来进行祭祀。这是小会要奉爸囝姓氏的名组织，要来设立4位咱的祭祀：杨淑慧、张清海、宋文娟以及王永新，请来到头前所在。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敬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这是要来进行祭祀的使用。张清海、宋文娟、王永新、梁淑慧，当你要领受祭祀的责任，你就确信这是上帝的调令啊无？你愿意做高峰教会的祭祀，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恁要要安尼行啊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会长请起立。恁已经竞选张清海、宋文娟、王永新、杨淑慧来做恁的祭祀，恁有欢喜接纳因也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因、疼痛因、替因祈祷，恁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用，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要安尼行啊无？我用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高雄东会小会官变，设立恁做高雄东会祭祀。煞通知政会有知，这个职务是照规矩交代恁。当你受设立做祭祀，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再甲祈祷，主你竞选因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互因伫信仰中间。会当渐渐来成熟，透过因的温顺来服侍，谦卑服侍，尽因做信徒的本分。当你设立因来做祭祀，交付互因即个职务，是你回报因的忠诚。上帝啊，当因伫众人面前使用，恳求圣神帮助因，赐互因智慧。当因谦卑服侍，赐互因逐种样的温顺；当因愿意服侍，互因一个谦卑的心，顺探你，彼此顺探，做你奴仆来服侍，是为着因为因是你的奴仆，愿意谦卑学你的模式、你的模样来服侍众人。安尼，因是有交代这个职务，互因搁较大。伫职务中间会当较大来服侍众人。上帝啊，恳求你恩介三甲做伙，帮助因学习成长，对着服侍因的性命扩大，对着服侍众人要因为因得到帮助。
主你听阮的祈祷，对着因的正人服侍，安尼上帝你的名得到荣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安尼，非常请坐。咱请怀念的长老甲新任的长老，拢来到头前来甲伊接纳。咱拍鼓来鼓励因，一对四个成功来学生。好，请回座。青海知识甲社会即阵呢伊拢过去几啊年伫咱教会中担服侍。咱有两位新任的执事宋文娟甲黄文琪。宋文娟呢，伊是现在伫新店马街，应该是那个总务主任哦。院长室主任，要专员专员意思是讲整个这企业方面的一个发展是会工作所以非常有经验。黄永清呢，伊本身是公务人员，是律师的查某囝，伫防疫代志拢有一寡这发生。继续，咱要来举行咱的圣餐。咱唱献诗481诗。主要所基督，互人的迄一面有地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名，以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所以，设立八角饼，就是要孝念主要所基督，为着阮身躯拍破，劳损宝贵。所以，透过这个八角饼，你的神启示我明白主要所基督是日个。花名留回去。我你遐想的时阵，来明白，我已经有份伫即个救恩。透过即个八角饼，我伫主要所基督内面的一关的。
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主耶稣基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了咱拍破，咱来行安尼来纪念伊三角三领时。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我的杯所设立的。因既然你要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会是先着咱主要所基督的会所设立。当然，恁的是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这三角来领受。主要所基督咱着领受做八角饼，面饼，这个八角饼所代表意义。主要所基督身躯为着我的头，保护就是我流的血。我来面饼，我领受这个八角饼，表明我已经伫主的内面，你是我的头，我是你的身躯，我若是你身躯肉体中的肢体。通领受八角饼，表明同一位上帝，一位主，对圣神领受一个神。主啊，也有共款的困难。我伫主的内面，因为你，我会当合一，彼此成做一体，彼此服侍，彼此顺服。我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愿你透过八角饼，下天对你的行，以及对你的教训。以祷告主耶稣基督圣名啊！阿门。这是咱的后面回应上帝的疼痛恩典，请做的同工。请大家起立，大家来吟圣诗384第4节，因线请出现同工祈祷。主，我要伫你的面前，搁一摆重新入志。愿主你的圣神帮助阮有清气的心、正直的灵，互阮无论伫工作、家庭、甲服侍顶面，拢会当有好所行，来归荣光互你，分别做成。主，阮献上阮淡薄的钱财，愿主你做圣工的路用，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
这是我的报告。团契小组施工团队首长就任刷去后礼拜正月23，咱会员会迄天所以遮我都无念啊。14点，学会是正月23迄天要召开，请兄弟演乐出席。咱会一寡公告会夹伫节目内面。若有名单若有漏交的，咱请来迄个甲持小长老来补正哈。咱来欢迎迄个台湾神学院台省道授1年级的张纯雅同学，你知道我底下？伊今日甲 maybe 过去永国长老遐拔萝卜了哈。加5个月哈，1月到5月，伊伫本会建设哈，对每一个团契小组轮流待一些时间伊永早嘛真参与因本教因母会maybe 有主义学甲少年团契活动啦吼，所以阮这边嘛请伊来小会决定讲请伊来协助伊原来答应要来对。已经对正月节开始生效了哈。新务小组头一摆同工会议今日下晡伫607要召开啊12点，请同工出席。这个第7点是再次宣示了哈，就是一楼不要开放电视啦。要敬拜，要这礼拜的会友的，兄弟来个7楼、8楼、9楼安尼。他讲过今日是maybe个利用永国老师的厝咧迄边做拔萝卜以外礼拜了哈，愿做保守甲祝福。遮我报告到遮。咱来做唱祝福切恳的诗，来，请牧师补充。咱有一个新学生，就是张敦雅伊是罗国教会，过去伫罗国教会，伊是少年团会会长，个美比古主路学的助理校长。那所以这边咱就有指名请敦雅来咱教会见习因为伊是一年夏期意思就是见习安尼伫呢学庭来讲，所以呢，伊若来咱教会，咱会照过去见习生共款安排去到无共款的单位去安尼见习所以有可能安尼2礼拜、3礼拜安尼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方面的服侍专长咱教会嘛是真有这个需要所以特别。那个请伊除了这个见习轮流去到各单位去见习以外，咱个请伊实习这是加安尼加添对吧？所以伊主要伫这时间呢，伊可以当参与伫这个助理甲少年团的这个服侍。那当然，伊是足热心的，这个囡仔爱做活泼的。所以呢，若是这个轮流去到各单位见习这个时间以外，8个礼拜时间以外。嘛当咱有其他单位，若是讲有要请伊去协助，安尼大牧师讲一下无伊做歹安尼拒绝啦安尼单位我知影做一个单位做想要安尼请伊安尼来斗3工安尼所以咱安尼讨论一下配合一下伫伊见习轮流见习以外，我有甲讲过，就是讲你若时间上以外会使，你当斗3工，你就尽量斗3工安尼所以伊又是见习生，就是迄个。实习生这2部分实习部分是咱拜托邀请安尼这个囡仔咱后摆就慢慢对伊来明白安尼迄个伫咱的集体消息中间有春菊因妈妈安息伊妈妈已经安尼真久的时间拢需要人专门人照顾所以上帝互伊安尼对这个肉体软弱得到安息。那因的厝用也未新住不过呢
咱的教会，还是讲台南即个安顺教会，常常甲因厝内底人拢有一寡遮接触，所以伫因真传统的即个个别式的中间，咱佫有安排，然后答应，即个就是家族的一个追思。这是伫12个暗时，牧师主持，然后伫迄个13透早8点半，都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追思，因是用传统啦吼，不过先拨一个时间做咱教会的一个个别式。甲咱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特别就是安排讲，若有兄弟姊妹你想要参加，你若牧师甲春菊讲一下，安尼咱就可能做一寡安排，安尼。所以若要去的时阵，可能要2天啦，比如讲参加即个拜六拜三的暗时，甲拜四透早，所以即个时间咱若讲有要去，咱可能按2天的时间，即个咱需要春菊报名，还是牧师讲安尼看要安怎做一个安排即个我相信咱的参与出席，就是对因厝内底人的一种的见证，嘛是一种的关怀迄个介绍陈雅茹，对不对？陈雅茹不晓得在不在这个地方陈雅茹这是迄个马街病院安尼伫马街病院所以我们在跟他做一个跟进的关怀咱1月23就是咱的会员和会，所以这是过年前的一个礼拜所以呢，咱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因为这是关系到咱的年会佫有遮为医生啦、决算安尼所以咱兄弟姊妹来参加迄天会10点开始所以兄弟姊妹备办这个时间咱来参加这个旧年前的最后一礼拜这个会员和会。咱三个来吟祝福一件诗，圣诗第396首，这会场起立。圣诗第396首。基督恩典，上帝听谈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